第29題，咁佢就上邊咧畫咗個 stem and leaf diagram 啦，問你下邊邊個 box and whisker diagram 最似？嗱，咁方法一，我哋憑感覺 box and whisker diagram 咧，你要知道點樣睇咧，即係兩種圖咧，我哋睇下邊一度嘅數據係最集中嘅。OK， 嗱你睇上面個 stem and leaf 先，擺明係比較細嗰啲數字係最集中啦。OK， 最唔集中就係後邊啦，最不集中啦。OK。咁然之後，我哋睇個 box and whisker diagram 點樣判斷到邊啲位集中，邊啲位唔集中呢？大家好似搭緊架巴士咁樣，每一橛都係企25個人㗎啦。咁你就會見到邊度最逼啊？如果以 A 個圖為例呢，就係呢一橛係最逼，呢橛都係好逼嘅，中間就唔逼嘅。即係如果 A 個圖係啱呢，即係代表啲數據呢係頭同尾嗰度最集中嘅，中間一啲都唔集中嘅。咁而家我哋睇呢，其實我哋係要揾個係頭集中，但係尾係唔集中噶嘛。咁就邊個先 make sense 啫 ？dot 先 make sense 咯。你諗下，呢度咁少已經25個人啦，呢度咁闊先係25個人，所以呢，呢度係好唔集中，而呢度係好集中嘅。OK， 換句話嚟講呢， box and whisker diagram 呢有少少好似倒轉咗嚟諗嘅，越短就係越集中，越長就越唔集中，同正常棒形圖啊嗰啲越高越集中啊，或者 stem and leaf diagram 越多數字越集中啊，呢啲呢係有少少倒轉咗嘅，好容易呢會令你誤會。你諗清楚，你好似架巴士咁樣，係啦，而家成架巴士100個人，每一橛25個人，咁你就容易啲睇到呢邊度係最逼㗎啦。答案係多。